新疆魔都六合魂。勇敢国军事，美甲乌脑林，魔甲现情子三个头，立为杀掉避风如甲公山，避风如使用绝招了。阿三倒转来，伊要拢总甲跑死无歹。小等下，现在中着我飞体，我看也外面也中难咯，唔通甲对。搁去遐就是森林，恐惊有埋伏，危险啊！嘿，足奇怪呢。师妹啊，咱离开这个金沙镇来到半路尔，有人特别甲咱围杀。嘿，这个定着有主谋者。阿三，你即马加真巧呢。人伫咧讲近贤食智，近智食贤力咧。因为阮师父六合算是文武双全，还阁祖庙哦，你原来文武双全，我拢跟随着恁两个身躯边遮尔久啊，迄加减拢嘛加真巧，对。哦，即马送若叫我戆三的我骂，我即马变作巧三。是太子殿下失踪，而且数年前3000两黄金失窃的代志。这个无办案绝对袂用哩，一定爱破案。好安尼吼。是啊。嘿，你著专门咧讲破案的你咧。即马赶紧入这个东方庄，查探东方伟伊所做的行为。嘿，唔通哦，唔通哦！迄贼心贼性哦，心肝真歹呢。因迄两个囝哦，霸占人的店，要因老爸定着安那心肝歹你咧，一定捌你的啦，所以才叫人要来甲你暗算啦。恁即马入去拄稳达达鸟鼠入牛角。阿三，不能入虎穴，焉得好子呢？嘿，你讲的嘛有理。赶紧，好行。头家啊，好厉害的秘风术，我拢中个飞体，规身躯拢酸软。你走对这是要创啥？把掉落你唔走，你偏偏走对我的厝入来，伊就知影讲我指使的啊！恁这受够饭桶！走无路，我赶紧的对后尾门对花园好走出去啊啦，也袂绕开啦。做了啥物这江湖的死客咯，武林的杀手咯，专这酒龙饭桶啊！李凤如若知影我的代志，安尼我东方卫性命真危险。况且呢，太子我甲监禁在这个地牢内面。伙计啊，我你讲啊，咱这个所在真平安的地方啊，若有出外人入来到咱这个东方庄内底，咱都要共保护哈。好，走。阿伯啊，
咱这两位少年，唔知有啥物贵事吼，都出外人咧，足歹运啦。伫个庄口也好啊，去拄着一寡土匪，要抢咧，互伊抢无去，是讲来遮请甲恁借厝安心一下，明仔载阮透早就要过来行路啊。我这个所在素来是真平安，免会发生这个代志。不过我想讲恁两个人入来到我这东风镇内面，绝对是万无一失啦。是啦，多谢冤家。安尼好，你什么大名？我就是叫做凤仙啦。凤仙，这位少年呢？我就是叫做乔三。乔三，安尼好。看起来恁的打扮可能也是相当的名望的人。阮真好言哦。迄毋是咧臭蛋啦、田园哦，死鸟也飞袂过啊！什么死鸟飞袂过？毋是啦，迄死只鸟飞袂过啦。迄毋是阮头家哦，伊安尼四代四乡呢，迄毋是安尼尔呢。讲起来你会错呢，因咧好大财主就对啦。好啊啦，阿三莫讲啊济。莫讲啊济。恁这间厝起咧遮真水呢，九包五的，哇！后壁的管得遐尼宽，是啦，我后壁花园、池台、水果、千秋亭，逐项有啦。这个就是根据故宫内面的一角头，也顺便了，全来甲伊缩小起来。原来是一个真光景真好所在。恁若无去嫌嘛，再去花园甲行呢哦。多谢啦。有影，安尼好，主人房互恁住，主人房。歹势啦，恁主人咧住，我甲恁迁房嘛无意思。哎呀，哈尼几时你厝外人来到阮遮？主人房互你住。真多谢正，主人房，请入来。多谢哈。请入来。唔对，这个可能未风事，这个都是伊副手。赶紧到后房所在见我的安人啦。设法好我来走，无走性命危险。阿三，安娜，我来去花园的所在，该顺看咧。你家一个踮在房间，都爱细字哈。你家己一个出去，敢唔免我甲你保护？唔免啦。呀，我的功夫都比你较含慢的，讲要甲你保护，讲起来实在足闹气的。你自己留心。我知，大人也爱小心哈。知。实在足忝的。拍也歹人，拍安尼人足忝的，但是袂使咧困啊。听迄个东风尾哦，唔知要用啥物步数，我拢袂使困。阮寺庙未风如迄文武相传的，金国中的李豪杰，我看了实在我足尊敬伊的，袂使困袂使困啊！唔莫定哈气啦！哎呦！啊，咧镜内哪有一个查某人头毛长长，穿白衫？鬼魂！哼！你真大胆！你敢捞拾我的秘密？互你捞拾出去到底，我的老命会无去。查不进，你这个衣冠禽兽，你敢吞占国库3000两黄金，无打紧的坐地分赃，交通到这落入要歹人，你做这个乌色的买卖，你实在是真苦，我甲你做红某真见笑啦！贱人啊！互你死！城中，恁老母这个发贱啊！你要留下来秘密，为着恁兄弟将来幸福，所以不得不安尼做。伊未了解，所以时常甲我吵闹啊！我错手甲电死。阿爹，阿爸要安怎？赶紧将这个尸体你到府去担落这个古井，古井甲伊吞目，知影无？迄个仆子骹的古井知影？无是点了。
知影无？以后财产拢恁两兄弟的啦，知唔？好啦，紧嘞，知啦。大人啊！赶紧嘞，来去找阮师庙。哇，惊死人，惊死人！苗玲啊，苗玲啊，赶紧款款嘞！遐金银财宝啊，遐珍珠首饰款款嘞。老爷是安怎心啦？这个所在袂大哩啊。啊，是安怎袂大哩？我倒来感觉安尼哦，真适合呢。煞毋知你讲得真舒服，但是你会知影，较早迄个吕安察。哈，吕安察？迄个吕安察未放如，来这个所在在咧调查案件，而且咧太子已经我甲抓着，本来我想着要送互伊赤湖组织，结果呢袂赴啊。一打一个查某，你也咧惊？哎，你毋知，好身手非凡啊！几十名杀手，你要去上伊性命，无法度，大家拢中上倒来，真厉害咧，文武相传。呀！啊，我真袂管事啦，我踮遮都好好。不得已的啦，苗玲啊，假使你若有爱我，吼，你就爱照我的这个进行，赶紧珍珠首饰，吼，较贵重的物件款款的。好啦，老爷啊，你嘛对伊款款的。哦，我也黄金足多咧，无款款的咧走命哩哈，我来款你边遐，这边互你款。我知影啦。阿金哦，差不多天得要光头好走啊。我知啦。哼，老贼！惊死我！较细声咧。我师庙啊，我伫个房间遐吼，忽然间一个大镜，迄个镜内哦，浮出一个迄个查某人的形影，头毛真长，穿白衫，安尼就安尼，稳稳现现的。我咧看到几分，目一个死，好啊！迄个镜内哦，煞做一出戏我看呢。啥物啦？啥物镜内也会做戏？我讲你听啦，迄出戏哦，都是杀人啊，杀人的案件。好，迄个查某叫人钉死。哈？既有此事？大概你敢是无眠，也火气又较大，伫咧眠梦。眠梦，毋过我都无咧困，我是干那咧哈戏，目睭我咧闪闪尔咧，我无困咧。你甲交代讲，叫我爱注意，毋通困啊，所以我拢毋敢困咧，啊，干那目一个死，安尼尔。你还佫会记哩吼？会啊。你梦见怎样？梦见讲，交代因遐后生啊，讲啥物，迄个身躯哦，赶紧甲落去古井内底，古井甲吞好捌，讲一丛朴子啊，伫个后花园遐。朴子啊？即丛来款。朴子骹佫有一个古井呢。有啊。阿三，你有力吼？有啊，我力足大个。啊，挖看卖咧。好，我来甲挖看卖咧，毋免三看互迄落骨力来掘看卖啊。需要你甲看人啊，唔通互歹人来。你啥人？我就是叫做黄仙。安怎大人？哈？你是谁？你袂认也是？我就是周妙玲。周妙玲？面熟面熟。我是犯罪人，当初交通不良，做歹代志。我是落下要奸妻，将情疼碎。妙玲，你已经释放了，正是啦。我刑期满了后，该嫁着这个东方伟啦。
东方伟。哦，就是庄主吗？正是。今今夜前无困来到花园呢。大人啊，一言难尽，将情听说。太子殿下被禁在此地。东方伟数年前贪污着国库黄金3000两，这个代志你知吼？无毋对，所以我甲你出手。现在这个老贼准备要走了，准备要走。你甲原地的时间，我马上将他擒拿。你赶紧进行你的工作。好啦，大人啊，请。哎呦，骨头！果然无错，阿三，你的梦境成真，这是冤魂甲你托梦的。嘿啊，哦，老贼，所罪伤天害理，贪污的案件重大，掠太子办国贼，又搁吞占国库，这个人罪大恶极，赶紧擒拿起来！好，有。妙玲啊，后头你准备好势啊未？啊，稍等下啦，要看遐物件真紧啦吼，稍等下嘛。我感觉呢哦，酸软之麻呢，老爷。好，酸软之麻，都无法度啦，无法度啦。哦，咱都走来达旦，咱钱真多，走到达旦，过来起一个较水的，啊，来迄个所在啊，逍遥法外，呀，这官府找无着，咱就享受人生咯。啊，老爷，看要安怎就好啦。怎样？是安怎？脚酸手软啊。敢会咧病囝？可能啦。打变咯！啊，走啦你去！哎呀，你这个少年的无意思。你来这我对你袂歹啊，你为什么都会甲我拔起来？袂歹，迄无通好咧，袂歹。哼，吞占黄金3000两无打紧，搁定死恁牵手无打紧，搁甲掠东宫殿下，罪大恶极，你咪甲你杀死，小等你。阿三，赶紧救殿下，然后甲送到官府，好甲伊治罪。好安尼吼。是。东方伟，我啥人你知吼？你敢是未红如？较早来愈暗贼，你是六合的家后。然也，太子殿下尽在好处。太子，唔讲我要定死啊！亲像你定死恁某安尼哦，你要定落去哦，你指啊吐吐。好啦，我带你来啦，伫个地路来啦，哎呦！妙玲啊，你甲老实我的秘密啦，你最懂负人心啊！忍了，行了。真多谢，若毋是妙玲你的帮助，要破这个重大奇案也非常的困难，况且殿下也救袂着。啊，是啦，方如。我暗暗祝福你当六合白头偕老，多谢妙玲。可惜你当六合有一段情，当你一时想袂到，甲北龙交通，做着这个不法之事，现在你已经改头换面，我真欢喜。啊，大人讲起来真见笑。现在我是重新做人。假使你若是有拄着六合，你才将着我的心意转到六合知影，莫互六合永远一个疑魂，讲我周妙玲就是一个破绽，永远是袂改过呢。妙玲，你真伟大，你能放弃荣华富贵，帮助我破案，我真是强大九鼎，物起难忘大恩呢。啊，方如，我都要甲你告别咯。啥物？小等下，我若见到六合，我会将详细情形讲给伊听，希望你甲六合能得再团圆呢。啊，这我唔敢希望，我也无迄个资格搁继六合身世。啊，我要搁来流浪啦！哈，你要流浪？唔通让妙玲、方如过世咯？请。出来！啊！
殿下千岁，千岁！哦，卿夫，这个恶贼记擒呐，回转客店，好将他问罪。是啦，回客店，行！哦，殿下，我不敢了，殿下。马将军，是，将恶贼带进。哦。殿下，开恩啊，殿下！老友虽然有罪，也我的囝儿东方白甲东方叶，请你甲因释放，因两个拢有所不知啦，因两个是无罪，走开！恁父子串通，口经日照进来。我都侵占了国库黄金3000两这个事实。你无杀掉你的家后左玉璧，事实吗？不肯交人心。有啦，我但是伊都要漏泄我的秘密，所以我一时也甲伊争吵了，一时激怒，所以我当然控制住我但是东方白、东方叶，电脑千秋。你的老爸，但是你老母是怎样？唔免过关。阮老爸都讲伊的财产以后拢要互我，所以我当然暗敢这个秘密大胆。相夫恶子。你父亲侵占国库黄金3000两，恁兄弟霸占民产，真是罪大恶极，无可饶恕。马将军，在国王秘旨上，你带到这个兰州府，和兰州府孙助将3名死员监禁在兰州监狱。好兄弟哦！孙兵中，现在国王甲你探听起来。你在本镇为人温和，做生意公公道道，又搁踊跃纳税，俗语说好人有好报啊！全赖殿下千岁、甲夫人、甲英雄的帮助，才会当讨回我这间店，真是感大丰恩啊！孙兵中，最近你的经济如何呢？殿下，因为受这个东方白兄弟的搅扰，所以这个生意可能渐渐歹。国王的设法，甲你免税3年，有道千秋，有道千秋。国王想得要到达旦兰城，慰问中军爱国的贤臣，六合献卿啊！奉上殿下启廷，不用改人啊！创啥啊？吼！金王子甲变中变哦，约在咧金沙宫踮咧生死拼。这段生意哦，敢若我孤行独行拢无人甲我拼。由我出来，因为由我拿顺了。黄沙国生死斗，现在500人大兵手，按照万高仙阁带回在黄沙国要参观着惊天动地大国斗。哈！小子，我甲你送去乌暗的地狱，到手便知啦。比中比现在得要献出请我迄人惊天报道了。小子啊，呀！比中比联合3招，金王子闪避非常的伶俐。这个时阵，金王子的逆风神剑得要出手了。刺激！魔刀神剑初出的大决斗，随胜随败，随死随亡的，请判属这遍地分了。